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6年2月初9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列王记上下卷22章第3节到20节，罗马书11章第2节到第1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无放弃。今日的经文提到约西亚王的时期。今日重建圣殿迄个歹去的部分，所以对三表教会来讲，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因为呢，圣殿的重建也是讲整建，只是一个过程，毋是目的。因为咱看见因伫建堂的过程的中间的诚实，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伫列王记下卷22章第3节到20节。记载的中间，咱看到因伫圣殿中间发现着代表上帝话的经典。约西亚王第18年，伊派米舒兰的孙阿撒利亚的囝书记沙番去上主的殿，吩咐伊讲：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。请伊将圣殿门口的守卫对人民收来，带入上主圣殿遐的人点算清楚，交互管理上主圣殿的人，互因交上主殿内的工人，就是做木师傅、建筑工人甲陶水师傅，去买茶甲价经的值。通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，毋过毋免去发工钱的人对笑，因为因做代志诚实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讲：我伫上主圣殿内面发现一卷律法的册，希勒家将册交互沙番，沙番就读迄卷册。书记沙番去见王，回复王讲：你的仆人已经将殿内的人摒出来，交互管理上主圣殿的人。书记沙番佮对王讲：大祭司希勒家有摕一卷册互我。沙番就伫王的面前大声读迄卷册。王听到律法册的话，就疼入伊的衫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沙番的囝希甘。米盖亚的囝加波书记沙番，甲王的人臣阿撒亚讲：恁去为了我甲全体犹太人民，将所发现这本册的话，请问上主，因为咱的祖先无听探这卷册的话，无照所记载咱的假使去行，所以上主对咱大发生气。对安尼，大祭司希勒家甲希世间阿勒波沙番撒亚做伙去伫见女先知的护历台，伊是管理礼服甲遐个沙龙的某，沙龙的是哈尼哈斯的孙，得我的囝，护历住伫耶路撒冷新的城区。因甲伊请教，伊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你回去来回复找恁来见我的人，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照犹大王所读迄卷册的话，降在下伫即个所在甲遮的住民，因为因欺杀我，甲别个神明烧香。用因的所做叫我受气，所以我对这个所在发大受气无煞。毋过找恁来会请问上主的犹大王，恁就对伊安尼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你就听，我要互这个所在旁远，互遮的住民受咒诅，你就忏悔伫上帝面前来谦卑。搁疼二三伫我面前来低靠，我有听到上主讲，所以我要互你平安离开世间，转去你的座遐，
你未看到我所讲落伫这所在一切会知的，因就倒去，将这话对王来回复。领受上帝的话语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束缚甲基本的要求。如果基督徒无有上帝的话，就会亲像伫新旧约中间的400年无有上帝的启示，也就无有上帝的同在。因此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才会被上帝称作以马内利。敢讲基督徒互上帝放弃吗？当然毋是。上帝无放杀人，就算是以色列人离开上帝，上帝也无放杀人。罗马书11章第2节到第10节，保罗嘛安尼讲着：上帝毋捌放杀伊所拣选的子民。你兼毋知圣经有记载，以利亚对上帝控告以色列人讲：主啊，因杀死你的先知，拆毁你的祭坛，只有剩我一个人。因嘛得孝顺我的性命，毋过上帝安怎应答伊？伊讲：我有为着我留7000毋捌跪拜巴力的人。现今这个时阵的情形也是安尼，上帝有留用恩典拣选的少数人。虽然是上帝的恩典，就毋是根据人的行为。若根据人的行为，恩典就毋是恩典。若安尼，以色列人无得到因在追求的，只有上帝所拣选的少数人有得到，其他的人心意毋听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上帝互因的心灵麻痹，目睭看袂见，耳孔听袂着。直到今仔日，代表讲，着互因的宴席成做陷阱，落网，互因绊倒。做因的报应，着互因的目睭花袂看见，互因的脚趾片永远爱基督徒必须爱紧紧来抓牢，安安来抓牢上帝，袂当离开上帝的道路，袂当放杀上帝的诫命甲规范，安尼上帝就无去杀咱。诗篇119篇150到112节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公义的判断，我决意要遵行。我一定要安尼来遵行。我受着极大的苦难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上主讲，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恶乐，佮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要求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要求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你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是我的心所意爱。我专心你的命令，永远遵传，直到生命的结束。感谢上帝赐赐阮救恩，互阮会通领受着你的话语来遵守，来甲你亲近，来甲你来建立你的教会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